家好，欢迎收听车帮放送局。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大家来参加倒数的台语车帮的节目《车帮放送局》台文通信30档纪念特刊读册会。今仔日是第一季第11集，我是小嘉，也阁有甲我做伙主持的阿明。咱今仔日要读的文章有3篇，头一篇是30档特刊作家小介，单位作品小介，作者是郑雅怡。这篇文章伫台文通信特刊第568页报线顶。第二篇永远的故乡，作者是单位。这篇伫咧台文通信特刊第573页线顶第15期第6页。第三篇厝外人的故乡，并单雷永远的故乡，作者是罗文杰。这篇伫咧台文通信特刊的573页线顶第15期第7页。好，安尼咱先为头一篇开始。咱头一篇总共有7趴，谁要先来？我先来。好，无你先读2趴好无？好。好，请。30档特刊作家小介。单雷作品小介，单雷1939，通讲是一位持久佮全方位的台语作家。从1980年代，伊决志要改用家己的母语台语来创作了后，小连续发表各种文类的台语文作品，包括现代诗、散文、小说、剧本、评论，毋领良侪，一夜备受肯定。到今，伊还保持逐工透早4点就写作的习惯。除去热爱写作，佮有对台语文的吊敏感以外，伊去多伦多半世纪的单位，也借着母语的书写，逐日转去到伊上届少年的囡仔时的故乡台湾。透过安尼的日常，伊是甲台湾土地保持一言重要的联系。单位的台语文作品中间，上届突出的是小说。单类的小说甲美国作家海明威迄款新闻书写的笔路真亲像，拢是用词浅白，毋过精准。因的作品中，差不多逐个词类拢有各自的作用伫咧，无法度删除，也找无搁较适当的词来甲取代。尤其是动词的运用格外活泼、水气、正确，佮因的文句缩结有力，袂拖沙。接近圣经的风格，那亲像上帝的圣言，迄种的高档甲无通怀疑。遮尔正精炼的笔法是高手的写法，显示单类的台语书写效率相当悬，对台语会当高度掌握。好，感谢阿明。我敢若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拄则读的头一趴上尾迄句话，甲台湾土地保持。这是一言还是一言？这是毋是爱读一啊？因为我毋知影即个所在一言还是一言，敢有即款的事。迄个言毋是讲一个范围、一个所在安尼，一言、一言、一言重要的联系。哦。所以我在想，是毋是爱读一站的意思啦。嘿，对。好，其他的朋友敢有听到啥物字想要提出来讨论呢？好，拄则要开始进前我要记讲即件代志，就是这篇文章若是你有先读过，你会发觉讲伊有真济的词，可能是较用华语的方式来写的，所以你若是要读这篇的时阵，有一寡字，比如讲我甲你啊，迄个甲伊都无写白话字。伊是写迄个汉啊，搁有你的、我的迄个啊，伊嘛是写倒，所以咱伫读着这部分的时阵，都爱家己小斟酌一个，就是你着照你的惯势来读。若是你看到迄个字，你会安怎读，你着安怎读，迄较无要紧。好，敢搁有其他的问题？拄则阿明替咱读的头前2趴，好，安尼。第3趴、第4趴、第5趴，3趴后壁谁要来接续来读？阿阳，敢有方便？好。请。主题方面，单位是上起
骨乌微观时期的景气，亲像228白色恐怖，现此时台湾面临的难题，亲像南山副农药造成的健康甲道德问题，贪婪引起的粗残犯罪甲虚伪的腐败，我毋知影敢安尼讲。台湾囡仔互洗脑，煞去杀家己的母语，背离家己的文化，嘛是单位关切的课题。乡事补给通讲是单位台语文创作的代表作，这也是台湾第一部描写病部族受实名经验的台语长篇小说，嘛有人讲是大河小说，总共27万字。乡事补给的时间线对荷兰殖民时期延续到美丽岛事件以后，敢是看慢，嘿对，看板，看慢几啊世代的西拉雅病部族人，伊的内容描述八个原本住伫台南的西拉雅家庭，伫即200-300冬中间，因为殖民汉化的分别，煞四散流浪，偷偷失落家己的母语、文化甲认同。好佳在落尾手因的子孙有觉醒，重新建构家己的历史，嘛摒说咧超找新的生命意义，经历侪我毋知影这啥物意思，经历侪当殖民的苦难和考验，成做病步后代的台湾人伫现今的台湾甲全球社会要安怎样重建因的价值观，体现因存在的意义。这其实也牵连要安怎样开创用台湾做基础、做主体的哲学甲知识体系，是现今台湾人面对中国的威胁甲全球化浪潮的时刻，爱一再问家己的一个议题。好，感谢安友替咱读这3趴，拄则你讲的迄个第3趴的部分吼，迄是腐败，腐就是腐，本条是第2条吼，这个字就好腐败。佫有你讲第5趴迄第3纸后壁迄个吼，其实我嘛看无啥有呢。敢有人知影经历侪中殖民还是丁殖民？敢有人知影即句话要安怎理解？丁诶，丁啊，敢会几落丁啊？几来个国家来殖民，丁。对，我感觉丁解释会通呢，就是甲一层一层迄款的关系，迄款的意思对无？一丁两丁。OK， 好，感谢纳心，多谢。咱继续甲后壁迄2趴甲伊读煞。有啥物想要来读即2趴？上尾即2趴，阮敢有方便？好，我来 OK。乡事补给的书写过程前后经过几来个阶段。事实上，即个乡事补给长篇有2个前身，上大省是1998年一篇同名的短篇小说，有伫台湾通信55期发表。续接单雷阁甲即篇短篇，这我毋知要安怎念，做中篇。2001年收集伫金安出版的台语文学选单雷集内底。最后的长篇若准收集资料的时间无算在内，对起手书写到完稿差不多用6冬，到2005年1月才完成。2008年热人正册出版。安尼的创作过程，就若亲像看仔伫个水源头沿路汇集种植楼，将其尾成做滚甲掣流入海的大江河。乡事补给是台湾文学史上一部极其重要的
结组兼句组。除去文字的技巧甲结构上的复杂把持以外，更加重要的是乡事宝记所表现的思想极有深度甲前瞻性，可用台湾人的历史、现况、现状甲环境，尤其是透过语言文学的艺术，表达台湾人经历400冬的实命苦难了后，梦出头天。伊这花囡仔也说，急需要做家己的主人，达成独立建国甲一体透邦的心声。以早台湾民族主义甲台独理论的建构思想较偏重政治法律的面向，乡事宝记拄通诚做探索语言民族主义也是文化台独理论的边缘范围的一个。你哪会切断去啊？无安尼？一个起点啊。歹势起点，我想讲搁后壁好算。感谢马可，天读这后壁这两趴实在足歹读的，我会当感受到你这读的迄个过程。好我有考几个字，我先讲吼，若我有漏讲去，则请阿明来补充，还是其他的人有啥物问题嘛会使补充。第6趴的第2纸，迄是中遐吼，迄是扩充做中篇。后一纸2005年，后壁迄个我会读1月。后一纸上尾纸，即趴的上尾纸，汇集种之流。后一句话是诚做滚甲带流入海的大江河。阿明，你是毋是要接续来讲第7趴的问题？好，我煞要接续讲第7趴，就是因为有诶所在，本身就是华语啊吼，像迄个第7趴的后一句话，迄个杰作吼、兼具作吼，这本身这就是华语啊，就是迄个作吼，咱台语就甲读做作吼，作文的作安尼。过来后一句话有一个。读去文字的技巧甲结构，去伫构是读做构安尼。过来后一纸，呼应台湾人的历史现况，即读访。过来后壁表达台湾人经历400冬的实命苦难了后，迄个经历的力吼，迄个语气的迄个音。过来后壁则有一个渴望吼，个渴望本身嘛是华语吼，所以拄则听原仔咧讲望。嘛是无啥问题吼，佮讲即个事伫咧找台语顶悬，伊是受较蒙吼 ，KHAT 的较安尼，过来后壁达成独立建国的集体透邦吼，迄个透爱变调，所以拄则听迄个原仔咧读去分调去安尼，后壁共款个迄个建构就是建构，好个最后上后壁变现环球的一个起点。迄个范畴啦吼，好拄仔头先以上真侪拢是本身就是华语吼，所以互大家做参考。以上。好，感谢阿玲的补充。咱敢有其他的问题？我其实我有听到一个字啦，是第7趴的第2纸后壁遐吼，文学的艺术。拄则嘛，你互敢若读字吼，来你请讲。我是家己有一寡问题啦，前身。我拄则足客的就是，甲读甲精死去啊！我就惊，所以台语有即个讲法，就是敢有即个讲法是？若是我家己来读啊，我会讲钱啦，因为迄个钱迄个字吼有2个音，一个是前，一个是钱，若是讲你莫甲无想要甲迄个字。填着讲毋着安尼，你就讲真心真，即字台语敢有人安尼讲？即马来查一个。有吼，这是台语无毋对，就真心啦，真心，人家就讲变真心去啊，真恐怖。OK，佮有拄讲较蒙嘛，较蒙出头天后来迄2字要安怎读啊？结束，因为我在想，迄结应该是甲头一组迄个结是共款的字啦，共款的意思。
对，你好，著多谢。直接甲交换就好啊，因为伊这你去做台语嘛是找无的啊。这个汉字啊，急需的这个汉，这个华语的本身的字，单去做台语嘛是找无这个读法啦。啊，所以你著甲头前迄个极其重要迄个字，甲读甲伊共款的音都好啊。哦，好，多谢。我想要请教就是偷放啊，甲就是这是原底变调的规则嘛，就是讲要讲的时阵就是爱变调，嘿对啊，所以是袂当讲偷放。问题就是讲，因为我有会当讲偷开嘛，啊，为啥物无偷放？你讲的透开，迄是你来看哦，你迄个开，伊其实本调是开哦，你知无？嘿，透开的开，伊的本调是开，所以是你的透开的写法就是透，后壁就是接 double dash，就是接一个轻声词，哦，轻声好啦吼，啊，接过来就写开，啊，所以读起来会变做透开，安尼，毋知原来有理解无？搁有迄种只有讲一字的咧，足久无透啊。这个当讲。哦，会啊，你讲高字当然嘛是读本调啊，你讲高字是本调无毋对啊，系啊，比如讲，讲话啊电字哦，迄个锁啊吼，爱透互零，吼，透互零就是甲放较零的安尼嘛，透互零啊，你看透互零的透，我有变调，变第一调去，有无？安尼原来有理解无？好，我一个破啊，是一个赞，好，感谢啊。好，感谢阿明的说明，相信即马应该拢真清楚啊，吼。啊，毋过其实拄则阿明讲的迄个例啦，吼，就是迄轻声后壁爱对正变调嘛，吼，啊，即个规则大概若是较无熟，会使搁去看一下，因为我有当时啊嘛是会安尼。来，阿牛请讲。我拄则有听着，就是第六拍的第二段，我是听，若像嘛是无变调，是若像是读刷接啊，应该是刷接。好，感谢阿杨的补充吼，所以迄个迄个线爱变调吼，三变字，而且线接单类，接嘛有对咧变调啦吼，因为后壁有线接单类安怎。好，感谢阿杨。敢阁有其他的问题？因为即篇文章吼是作者是咧小解陈雷先生。我想讲有伫读台文册的朋友，应该拢知影陈雷先生是虾米款的人物啦吼。咱因为即马8月份是陈雷台湾文学节，伫咧高雄的文学馆有伊的文学册的展览，大家若是有趣味，会使拨时间去看，吼。即个展览是咧高雄文学馆到8月29。大家若是有想要知影搁较侪关于陈雷先生的即寡作品啊，我是真心推荐大家去看。尤其是你若是拄好住伫咧高雄啊，就真近啊，一定爱去。安尼若是头一篇无问题，咱继续读第二篇。第二篇是一首诗啦，永远的故乡吼，作者是陈雷先生。我想讲即篇诗写了足水的吼，嘛短啊，想讲请一位朋友来读即篇诗好啊，毋知影拿心敢有闲？好，来请。永远的故乡，陈雷看着是茫茫的海水，思念是远远的故乡。30年背鸟在流浪，故乡，我的故乡，闻着是芳芳的花味，风吹是静静的故乡。一两丛莲雾在开花，故乡，我的故乡，照着是白白的月光，出日是美丽的故乡。三四甲伫我伫结柜，故乡，我的故乡，听着是静静的笑声，做梦是
细汉的故乡，五六只田莺在耍水。故乡，我的故乡，踏着是青青的土地，希望是永远的故乡。每一遍心内在叫你，故乡，永远的故乡。感谢那心好，替咱读多谢即首诗，我拄则开始的时阵，袂伫甲大家讲啊，迄五六只田莺迄个所在后壁迄个耍水啊，伊是拍毋着字啊，应该是第二条。啊，佫有听着一个字，我无确定我是毋是听毋着，就是三四架伫我迄拍吼，迄纸三四架伫我伫结水。你拄则是读灰，我袂记啊。读龟，结龟，龟，嗯，所以应该读龟，毋是读水，是水还是龟？印象是龟，来查看觅咧。好结，龟因为我毋捌听过龟呢，真特别，所以查看觅。我用汉字查吼，伊是写水啦，啊，我看伊有别个读音无？啊，你这个音是倒位来的？捌听过哦，印象呢？印象结哦。水，结水，啊，龟是毋是恁屏东迄边的腔口啊，还是讲法，还是去南调？还是倒位读着袂记啊呢？我袂记啊，哦我若老看着，甲佮甲大家讲。好啊，无要紧，嘿，因为你若是捌听过，有可能真正是有人安尼讲哦，只是因为我词典查无，所以我嘛袂使讲这一定是毋对的。吼，啊，若有机会有过去听着，还是安怎，再甲阮分享一下。好，感谢老师。嘿，歹势，小甲你敢抑搁咧找来去遐？可能若是毋是为遮看着，伊看教育部书典。是看龟迄个字规还是？第二个有啥物有我心甲，看一下。就是第二个有心啊，我对啊。你若看详细第二个解说，伊嘛有伫我做龟。有，我有看到啊。可能是伊是为遮读着的。哦，好，感谢阿杨。好，若心你毋免去查，确实有人甲迄个字读做龟。我头一回听到呢，足特别诶。真好。安尼就是结水结龟，拢会使。拢会当，真好。学着啊，感谢两位。嘿，阿明有话要讲，请讲。我就要讲，佫学着啊。对啊，学着啊，因为我一世人拢是讲水，毋捌听过龟，所以足特别诶，即个字。是讲我一世人嘛，也无讲真久啦，吼。假怪，好啊，对。因为即首诗，陈瑞先生写诶即首诗，有互萧太然教授写做一首艺术歌曲。啊，我想讲，咱即马伫咧线顶，我想要甲大家分享即首歌。啊，毋过即马安怎讲？我即马放歌诶部分，我伫咧做 podcast 甲 YouTube 诶时阵，我甲伊加掉。啊，若有趣味诶朋友，你会使家己去 YouTube 去抄找，有足侪版本诶。啊，我是拢听过啊，毋过我即马要放诶是我听过，我感觉较水诶版本，所以要甲大家分享。所以，互我几分钟诶时间，咱来听即首歌，吼。好，小甲咧处理诶时阵，我嘛想讲分享，就是除了萧太然教授有谱曲，嘛有王明哲嘛有谱曲，两种版本拢足好听，拢会使去网络顶就是听。好，感谢杨诶分享。好，感谢小甲替咱播出这条《永远的故乡》这首艺术的歌曲，是由咱萧太然教授所谱的曲。我先插一个话，拄则听迄敢有清楚？无啥清楚吼，大家爱家己去听，因为迄是迄款合唱团的迄款较艺术的歌曲吼，足侪合音的，所以可能透过喇叭安尼放出来，
声无啥清楚，毋过互大家感受一下安尼。嘿，若是想要搁听，爱家己去找 YouTube 顶悬，查永远的故乡，都单位啊、小太阳安尼都会找着，足侪影片。搁有拄则安样推荐的，嘿，大家拢会使去试听看觅。我补充一点就好啊，就是拄则我放的即个版本啊，伊的第3纸遐咱的文章顶悬是写闻到是芳芳的花味，毋过我查看足侪版本，伊拢是唱闻到芬芳的芳味，花味，芬芳啦较无共。搁有其实拄则我毋知是我无听好清楚还是安怎，头一句话后壁迄句思念是远远的故乡，毋过因拄则伫唱的时阵，敢若是唱少年呢，毋是唱思念，嘿，对啊，就是迄歌曲甲咱作者写的是有淡薄仔真差，毋过我感觉这毋是一个大问题啦，安尼互大家参考。好，以上。好，感谢小佳的分享。咱续来要继续来读第3篇的文章，出外人的故乡，偏单位永远的故乡。作者是这个罗文杰。想讲那等咱甲这篇文章来投刷，咱再过来讨论今仔日咱所读的这3篇，看大家有啥物款的感想还是心得，要参大家分享的无？无我先来好啊，好，我读2篇好啊。故乡对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意义。罗东囡仔林昂权先生伫伊故乡迄篇文章，伊安尼讲。初中的时去宜兰读册，作文来罗东是伊思念的故乡。虽然逐日干那坐5分钟的火车就到学校，高中的时去台北，规片丢虫仔的南洋平原变做伊怀念的故乡。后来搬来美国，所有台湾的人甲物拢变做伊旱钱甲水产的故乡。故乡敢毋是出外人的故乡咧？对一个失意、水土袂合的出外人来讲，故乡的怀念可能是代表一种对现实生活暂时的逃避，用思念故乡来自我安慰。但是对一个生活伫异乡，逐项拢真好势的人来讲，对故乡的思念，阁是代表啥物款的意义咧？以上。好，感谢小佳。大家有啥物所在要讨论无？完了，请讲。我想要问就是第2段、第2纸对现实生活暂时的逃避，我会读倒撇，安尼敢会使？迄个撇其实是属音嘛，都是因为咱大家读惯势啊，伊是一种属音。正确的读法是读 B， 第7条的 B 安尼，这就参咱迄个印象的象有无？咱拢属音拢会读象，事实上伊是爱读象，印象安尼。记这个例，原来看有理解无？安尼。我会记得进前啊，以前拢是会读，着一开始咧学台文的时阵，我是拢读撇无毋对啦，讲倒撇还是讲撇面有无？毋过其实这是毋对的。你爱想，你若是看迄个汉字啊，若是迄个字边啊是一个倒边遐是一个人，迄个字就是读撇，比如讲怪撇。毋过若是即个字，就是爱读 B。好，以上。好，感谢小佳补充。大家敢对这头前1-2趴敢有啥物所在要讨论？若无，咱就煞接落读3-4趴，就完啦。互你来读敢好？好，单位本名吴金玉，其大部分早期的留学生共款，伫北美建立美满的事业，家庭为虾米是即个及当地的人际关系？60年代按来台医学院。毕业了后，就去到我袂晓念，故乡 Michigan
做实习医生，然后搬去到加拿大做开业医生。伊有美满的家庭，两个伫加拿大生活的囡仔，一男一女。台湾话甲北京话拢讲甲真流利，伊的生活通讲是济人所形成的。毋知伊的心内一两丛莲雾咧开花的故乡，到底是啥物世界呢？伫嘉南平原大汉的陈雷，虽然是一个医生，但是伊对文学创作真有兴趣。大学时代就开始写中文诗甲散文。1980年完成用228事件做背景的中文小说《百家春》了后，发觉用中文无法度完全表达小说的内容，伊就放弃中文写作，改用台文写作。已经有完成一篇中篇的小说《你石头的古怪病》，4篇短篇小说《飞车女》。出国即款代志。美丽江闹林、大头兵、黄明良，伊的小说拢是用伊3-4甲伫我底开花的故乡嘉南平原的土地做背景，限制受压迫的百姓生活做题材。除了小说以外，伊也写台语诗，伊的诗大部分是反映伊目前个人的感受。亲像思念雨梦伫远远的所在，我是一个台湾人，拢是代表作。这首《永远的故乡》应该嘛是伊目前本身生活的感受。近期的作品也有几首英诗甲一篇英文小说。以上。好，感谢原仔替咱读这第3趴甲咱第4趴。好，无我先来讲第3趴的部分啊吼。就是即个陈雷先生伊的本名吼，吴景如吼，即个读如啦吼，所以有第7条安尼。拄则我若有讲到迄个后壁迄个级吼，其实咱台语咧甲读，我咱都会甲其实直接读迄个甲就好啊，甲吼，安尼就会使。好，过来第3抓的所在，拄则我若讲袂晓的迄个枫叶啦吼。我是有查着讲这枫叶，台语号做饭仔叶，安尼。好，过来第5抓，原来是读一男一女对吧？我家己是会读一男一女啦，这可能大家读法会无共。好，过来第4趴，请迄个小嘉来讲，好啊。好，这拄则我那读了足紧诶，我毋知有漏câu去无？我尽量啦吼。我今仔日有漏câu，我著补充好啊。第4趴诶，1、2、3、4、5，第5段吼，一个变调啊。你石头诶古怪病，迄个怪怪变调，吼，伫咧573页正手柄遐吼，头一段，樟脑林，美丽樟脑林，樟嘛毋是姜，樟啦，应该是安尼才对，吼。大头兵黄明良也是良拢会使，我袂记拄则讲啥，毋过两个拢会使。第3抓题材，百姓生活做题材。好，即几个字以上。好，感谢小嘉。拄则倒手边第4趴第4抓遐，我拄则是听到原仔讲内容，这应该是内容。就是无第2个字无了的音，过来就是正手边头一抓，拄则小可有补充的，就是樟脑，毋过上尾一字应该是拿美丽樟脑拿。我拄则若像就是最后一抓，我听到若像是读正记是我近的迄个近的近期，我是听到即几个所在。好，感谢安阳的补充。我家己要阁补充一字吼，就是拄则原仔读着，就是573页正边即抓算落来第3抓，公敌啦吼，公敌受压迫的百姓。安尼，以上大家敢阁有啥物所在要讨论？若无咱就阁煞接落读。
嘿，完啊，妈的，就是迄个我读的部分第一段吼，第一段第四段搬去到加拿大做是开业还是开业医生？开业甲开业吼，我会读就有当时啊，开呢，开业我会读开，嘿。若是用意思来解说，我是可能较讲袂出来，啊，毋过我就是定定会去听着讲开业，嘿，较无咧听着开业。啊，比如讲，还有啥物字啊？即字是真麻烦，有当时我拢较毋知影讲要安怎读迄个音。嘿，啊，毋过你若是查迄个开业用，你若是用汉字来查吼，我看到的是开业啦，啊，毋过我看敢有人读开业，目前无呢，我看到呢，拢是开呢，嘿。譬如讲，你是若是病院啊、商店啊、公司要开张吼，头一工做生意，就是开业安尼。好，以上。好，感谢小解补充。歹势，嘿，因为小可拄则咧讲大历史，我就想着开幕。还佫有开学是毋是？还是开学？就开始要上课啊？迄休就结束啊？恁会讲开学还是讲开学？开学。开学。好，好，感谢。因为安尼，歹势。歹势，因为开学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去做使学啊，所以袂当讲开学。啥物是使学啊？变数。我拄仔想到一个，敢会是讲开始营业，所以叫做开业。对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好，安尼咱就搁刷落读5、6、7、3拍做伙读好啊。无咱请迄个安阳来读，好无？好。单位住伫Michigan湖北边的所在，风景水甲印伫伊细汉厝呢。迄本杂志咧介绍的美国共款，每日看到的是若亲像海水的湖，闻到的是芳芳的花味。暗时照着伊的是按湖面反射出来的白白的月光。踏着的是青青的土地，耳旁边阁有亲人静静的笑声。这敢毋是伫出外人迄首歌呢？人讲美国是天堂，住伫人间天堂的人，敢犹会留念故乡。伫即首永远的故乡。当诗人伫伊美丽交际地底吟，每一遍心内在叫你，故乡永远的故乡的是伊所要表达的，到底是啥物款的意境呢？世间上敢有永远的故乡，陪鸟流浪30年，搁转去到伊的故乡的时？敢有看到一两丛莲雾咧开花，3、4角柳仔咧结穗，5、6只田莺咧耍水。出国30年的单位，虽然远离故乡，但是对最近台湾自然环境破坏、农村社会解体现象，拢真清楚。这按伊的小说。美丽周罗娜的结局，陪车女主角短短一生，会当得到证明。伫伊的诗作，伫迄远远的所在，内面为伊对伊所了解的故乡搁较清楚的描写。伫迄远远的所在，咱的故乡咧等待，亲像老母有病痛，囥伫心内无人知。伫迄远远的所在，咱故乡在受害，空气变色无人管，残水放毒小看待。好，以上。好，感谢安阳。即摆大家敢有啥物问题？我想要问，嘿，就是踏着的是青青的土地，我敢会当讲青青的土地。青青，你若讲要讲青，应该是青啊，青青的土地。青青的土地。你若讲青，就是迄无共意思去啊。青就是水真清的，迄个是青啊。青甲青这腔口差的问题。好，
大家感觉有啥所在要讨论？有一个词吼，第7趴的第2抓吼，伊汉字就写迄破坏迄2字啦吼。我在想讲吼，因为书店大部分拢是受破坏吼，迄字爱读坏，毋过破坏嘛是 OK 啦。教育部有收，伊就写讲幼念作嘛，我会惯势去读坏，我袂读害，因为读害的时阵啊。我就会想着迄害人的害，我是要做一个区别啊，就是若是迄个汉字写迄个字的时阵，我就会去读坏，较袂去读害。好，以上甲大家分享。好，感谢。其实我是读迄个海的啦吼，自细汉到大拢听时代咧讲拢读讲海啦。因为你这个字就甲迄个，你可比讲迄个权力的权啦吼。对我来讲，你若甲迄个字读作悬，我就想对悬家悬去啊，所以迄我就无语感啊。所以我嘛是权力的权，我嘛是甲读悬啊，我袂去讲悬啊。你讲害甲坏，你敢有啥物意思无共所在？若是有野手。好，若是请讲。我嘛捌想即2个词吼。就讲咱思想拢在讲破坏，害真普通的字啊，譬如讲共1拍，最后一撮就受害，就是伊真好写。是安怎？我就想讲是安怎喙讲破坏，伊哪会无爱写迄字？伊哪会无爱写害啦？就是真正的一寡文章定定会出现，若出现着即个破坏，就会引起像咱即马在讨论安尼。我无答案，只是我要分享讲我捌安尼想。好。你若讲要避免即个问题，就是莫写汉字尔，就是改写白话字尔，对吧？安尼就是解决了。我是安尼讲啦，吼。你若讲有个人会写汉字嘛，所以讲这有时用载人的啦。马鲁克，请讲。对，就是拄则我嘛是想讲，咱毋是会讲定讲害去啊，所以阿明开始讲害的时阵，我会想到迄个坏，毋过若先有讲，就是有补充讲，为虾米无爱写，就是汉字共款用迄个字的时阵，我会想讲害去，敢若嘛有人写迄个害，受害者的害呢？以上。你若甲插坏即个歌字吼，伊有2个意思，第一就是歹去，第2个意思就是无好的意思。你若反倒转来，你若甲插害即个歌字，伊其实伫咧坏的2个意思，伫咧害嘛拢有。你看害的第5个意思就是变歹去嘛，歹去啊嘛。比如讲，咱会有当时你这个囡仔真害，伫咧坏的即2个意思，其实你若咧可能伫咧害拢有啊。所以我家己对伊的定义就是腔口差的问题尔啦。无安尼好啊，若是你较惯势讲破坏的，就写迄个汉字；若是需要写汉字的时阵，若是较惯势讲破坏，就写迄个害。我是讲汉字的部分哦。其他的就照，若是有机会去写着这个字的时阵，就看你惯势讲啥，你就写啥，安尼就好啊。好，安尼咱会使结案啊。所以讲，咱也无需要因为安尼就去改啊。你讲自细汉听大汉的，哪会着改？这也毋是讲啥物俗读的俗读音吗？安尼。敢会当讲话？请讲。就是有2点，一点是坏，就是害，就是以汉字来讲，我想讲是毋是就是一个较好写，一个较歹写。另外一点是讲。因为拄则阿明你有讲到，就是讲大家拢已经随便讲，迄毋是头先正确的讲法，毋过大家已经惯势啊，所以就是所以其实无啥物毋对迄个问题。毋过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即摆足侪人讲反正，你的看法是安怎？想要讨论者？你讲反正哦？反正嘛，我知。反直有人讲就是反直，就是正应该讲台语的语感是讲反直安那，
啊，毋过即摆就是就侪人讲反正对。反正其实都毋是在去下，伊个就是读华语的啊。因为你若讲反正，你迄意思都无共啊，你个台语意思无共啊。你讲，比如讲半暝才死过，反正即款的意思，嘿啊，迄意思都无共啊。因为嘛是有人，譬如讲阿德来开讲，就是亚特聊聊天嘛。阿德来开讲，其实伊嘛有针对，应该是我家己私底下问的，然后嘛，我家因为伊伫敢若是来宾，还是伊家己，就是有讲反正安那。啊，我就讲，毋是，咱应该台语应该是讲反正嘛。啊，伊就感觉讲，就像你讲的嘛，就是大家拢知影听，就是听着反正就知影讲你咧讲啥。所以伊无需要讲为着绝对的正确，去甲人纠正讲你袂当讲反正。伊感觉讲这毋是伊要爱的迄落对。毋过我拄则记的咧，比如讲放假，迄个假，也是讲放假，正确是读放假，属音是放假，这是属音伫读的问题哦。毋过你拄仔讲反正，甲迄个反直，也是讲反直，这意思是两款无共的哦。伊毋是属音无属音的问题哦，伊是意思无共哦。就比如讲印象甲印象，印象甲印象，迄是读音无共哦。你拄仔记的这个是讲伊的意思，伊的是规个意思拢无共去啊。像拄则咱咧讨论的害甲坏，这嘛毋是啥物，这甲属音无关系哦。是两个读法拢有。嘿，我针对这个话题，我补充最后一点嘛，就是拄则原仔讲的，迄个因讲反正恁听有就好啊，拢知影我咧讲啥物意思。毋过其实拄则原仔伫咧问这个问题时阵，反正的时阵，我想讲，是半暝咧食西瓜哦，我头一个反应都毋是你拄则讲的迄个反直迄个意思，所以我感觉是毋是讲你伫咧平常时你讲台语的迄个环境，就是是毋是真正是台语人伫讲台语，还是讲拢是互去华语影响着的人伫咧讲台语？我感觉这是有差的。我记一个就好啊。我先莫讲你去听迄个开讲时人是安怎讲，我先讲我听着的就好啊。我暗时拢会看政论节目，嘛爱看迄个主持人啊，一个姓柯的一个查某囡仔，第一三日主持的。伊常常讲台语讲啊足好诶。毋过有一句话我是听了足硬诶，就是伊拢会讲，若是安尼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请问咱台语敢有人安尼讲？无嘛，所以我会想讲，咱平常时咧讲台语诶时阵，尽量去保持迄个台语开，莫受着华语诶影响。这是咩啊？若是准讲你诶环境内底无人咧讲台语，也是讲较罕诶咧讲台语，就变做是你家己去想办法啦。譬如讲去加甲人开讲啊，还是讲去加听啊，去看电视听广播剧啊，是安怎？敢若会使用即款方式，嘿尤其即马诶少年人啊，我是感觉较可惜诶是讲，有当时家己台语可能毋是讲真真顺，讲了真好，所以伊若是听着啥，感觉趣味，就去对伊。毋过有当时伊无法度去判断讲人讲诶是毋是真正有台语开诶台语，伊就较毋知。我是无法度去讲别人安怎啦，毋过上尾我家己，我会尽量去讲较台语开诶台语，甲迄华语诶迄款开口甲断掉安尼。好，以上。好，其实要讲起来，其实咱台语诶外来语其实足多啦佮加上咱战后其实拢有一寡新诶词这是无法度去避免诶代志就是讲战后有一寡新诶词出来迄是正经无诶词这个大家抄出书单家己对落去斟酌，这无讲100%诶啦毋过就大家对查书单时阵就爱有一个直觉就对啦好，咱剩最后4趴，咱来甲读好煞。若心敢有方便？好，安尼就拢交互你哦。好，来。好，感谢。诗人明明就知影故乡空气变色，产水放毒，太会甲伊的故乡描写做冷雾开花，树仔结开，
田野酸水的乐土。故乡的意义对一个出外人来讲，可能是一个毋甘醒起来的囡仔时代的美梦。对一条正经伫国外的汉字来讲，故乡的意义可能是代表一个自我的认同，一条毋肯切断的文化的根。生活伫海外的台湾人面临着一个矛盾的认同问题，为着生活的需要，第二代的教育，因必须爱认同当地的文化，尽一个国民甲社会一份子应尽的责任。但是为着要报答捌因付出精力、付出爱的故乡，为着要保持家庭内的亲密甲无文化的好的传统，并着爱认同台湾。即两个矛盾要安怎来处一个平衡，往往是一场内心现实甲理想的交战。诗人陈雷伫远远的天边海角 Michigan 湖边，伫画故乡，我的故乡，故乡，永远的故乡。迄时伊的心境是一种出外人享受的无奈，还是一条毋肯伫异乡落土烂的汉字的呼叫呢？亲爱的朋友，做伙来听看觅。好，以上。好，感谢那心。几个词哦，大概有3个词，有爱甲你讲一个。比如讲第10趴的所在也好，头一抓面临着一个迄个矛盾啊吼，我有甲查书店伊是有矛盾甲矛盾即两个音就是M甲 M 啦 ，M 甲 B 的即个差别，安尼这是第一个词。过来就是最后一趴，第11趴算第3抓，迄时的心境听若心痛心境安尼，我书店嘛是找到的是心境安尼，过来谢谢阿明。矛盾吼，嘿矛盾，嘿也是讲矛盾。我头位矛盾，嘿矛盾，是矛盾呀，嘿对，矛盾嘿。好，矛盾好。嘿，咱会想讲，这跟华语的音其实毋是，这是台语无对。台语有啦，嘿对。个最后一个就是心境后壁就是一种出外人的乡愁，忧愁的愁啊。忧愁。好，来开始安尼。练习字。好，安尼咱这3篇今日总共3篇文章已经甲读好煞，算圆满啦。大家咱发现到咱今日所读的文章，拢甲陈雷先生有关系。这个月因为是这个陈雷台湾文学节活动，伫咱这个月，咱的读册会，咱拢是来竞选甲陈雷相关的文章。只简单介绍这个陈雷先生伊本身已经80多岁啊，是台南麻豆人。少年的时阵是一位医生。头起先伊伫写作的时阵是写即个中文诗甲即个英文的小说、散文小说。尾再用即个来写即个台文的散文甲小说。所以伊的作品诚济。头前小可嘛有介绍到咱陈雷台湾文学节，伊伫高雄文学馆有展览伊的作品。大家若有趣味，会当去甲看卖一个。今仔日所读的文章拢主要是除了陈雷先生家己写的这首《永远的故乡》这首诗以外，其他有2位作者就是咧介绍陈雷的作品，甲评论这个陈雷所写《永远的故乡》这首诗。
时间嘛差不多，毋过我想要讲吼，请阿杨吼来简单小解一下单类台湾文学节，因为迄个阿杨吼拢有去参加嘛吼。好，比如讲，即马买手后壁还有啥物款的活动，安尼。嘿，后壁就像拄则下面甲小甲讲的，就是伫高雄文学馆有小的展览，嘛有小解的，就是单位生是啥，嘛有就是一寡伊的作品，嘛会看到伊一寡手稿，嘿，抑阁有诶活动，就是恁若有时间，会去报名，着8月26拜六。嘛是高雄文学馆，就是有一场伫现场的导览，我会记是下晡4点到5点。安姨，我想要请教一下吼，因为迄顶礼拜拜5甲拜6，就是有参加的人拢有机会去看到陈瑞先生吼本人，后壁的活动敢有机会去看到伊？因为我看迄26号是现场的导览，毋过无确定讲陈瑞先生敢会伫遐，应该是无啦吼。嘿，因为其实迄甲文学节较无关系，毋过就是算是为即礼拜六到后礼拜一有一个地基文化营，就是大陆会办的，伊嘛会去参加，有算是其中一位讲师安尼。其实伊转来台湾，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是即个地基文化营就已经停办几啊冬。伊甲梁光兄，若是知影的，伊是台湾通信发起人，就是1991年的时阵，郑良光发起这台湾通信，伊嘛有转来台湾嘛是会去迄个台语文化营其实因即届转来台湾，特别是为着迄个文化营，其实陈瑞生文化营结束。过段工就要转去加拿大安尼，所以可能就较无机会。毋过希望就是有这头一届的文学节，就希望阁有后一届，就希望伊阁有机会阁转来台湾安尼。好，感谢伊的分享。好，安尼咱时间差不多，咱就拿心阁要讲，但拿心请讲。阿明，我拄则先TJ 吼，370页有矛盾。有矛盾，嘿。哦。参恁分享者，但我想无我矛盾安怎来，嘛是毋是阿母伫讲，连讲爱甲问才知。了解。因为我看迄个，我是直接找台语啦吼伊顶悬都无写着伊无写着 TJ 的部分，所以可能有漏交去。其实 TJ 是会当参考的啦，因为这毕竟就是有人讲，伊就有收安尼，大家就会当参考好。真感谢拿先替咱查到这个 TJ 内底有收这个矛盾好，多谢。好，感谢拿先，因为时间差不多。感谢今仔日有来参与的遮好朋友，有来读册好朋友，真感谢咱即个月8月是咱即个单位台湾文学节的即个活动，所以咱即个月的读册会拢会读甲单位先生相关的文章。咱后一回读册会时间是8月29，同一个时间暗时9点半会伫咱册仔 Twitter 会开即个 Space。伫遮邀请各位后回搁再来咱这个空中相会。好，大家晚安，大家后回再会。晚安，拜拜。晚安，再会。大家再拜会。晚安。今仔日的语词：贪婪、腐败、看板、扩张、汇集、支流、现况、艺术、范畴、结穗、结规、饭仔叶、
题材，矛盾，矛盾，矛盾，乡愁。